灭诸天之国，神之国甚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。母之理天，在诸天之上，为外领真在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，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。除了此舞动的能量，我们的宇宙并不所有。在某个时间，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，从而有思维二种对立。斯瓦蒂维达帕洛伊的我里加约翰一世章第13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约翰一书3:24跟遵上神命令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